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恁还阁会记得苗栗大埔拆厝大风波吗？伊催生了国土计划大风图，理想真好，咱就看远景，但是咱就爱细致，还达到眼前的牛屎股。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甲立法委员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的立法委員蔡宜宜，主持人大家好。第二位逢甲大學都市計劃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劉耀華，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土地估計師張鳳清，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在線頂的是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張家軍。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是，那麼首先呢，咱就鬥陣來關心，在政府推動國土計劃法，按算明年4月30號要上路，所以引起咗地方政府甲農民的反彈，有9個縣市無交公領分區圖。那麼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嘛呼籲中央要延後國土計劃法。內政部是回應講，會趕緊來召開着國土計劃審議會議，甲地方來溝通。國土計劃法再嚴從標準。幾個民進黨立委18出面，針對實施國土計劃法，呼籲中央要延後重新調整。國土計劃法有關台灣100年的規劃，重點要保護農地，按算明年4月30實施。不過，煞逼出農民強烈的不滿。煩惱會限縮農地使用權，致使農地繼續崩盤。地方嘛，甲中央對徛，包括雲林縣、彰化縣等等嘅農業大縣，攏總9個縣市，到達農業未提出公領分區圖，致使規劃進度規個攏前期。原來可以開發的產業園區、度假村、遊樂區、工業擴廠、老人安養院、加油站、幼兒園、資源回收園。在區域計劃下可申請的開發項目，在國土計劃下全部都取消了。未少中南部的縣市表達反彈的聲音，有22個立院的立委，攏認為國土計劃法要施行有困難，除了引起人民的不大感，也佫會產生城鄉發展無平衡的問題。希望中央至少會當延後2年來實施，增加甲地方政府也佫有人民的溝通。國民黨柯武真表達強烈的不滿，伊講國土計劃法若老草怎安尼施行，百民會衝擊到農業的縣市，互農民無法度翻身，會提案修法等延2年。我已經提案修正，要將國土計劃法展延2年，讓縣市政府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跟農民做充分的溝通。第二個，農業部應該針對有受到限制且有實質耕作的農地進行對地補貼。你們自己家的立委大動作的集體出來反對你們的行政部門的國土計劃法的實施，我們看的真的是眼花繚亂了。不知道民主進步黨現在到底是在演哪一出？魏國昌批評講，民進黨的執政實在是傷過離經，面對朝野立委發聲，將願推動國土計劃法。針對這點，國土署頂一日回應講，政府愛照顧的對象是農民，唔是農地，甲農地權甲國土計劃綁做伙是錯誤的概念。內政部嘛表示，後續會趕緊召開國土計劃審議會議。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可能觀眾朋友吼，無一定你是住佇都市，你可能也無一定理解到農村即馬農地使用的情形。那麼也可能恁兜的土地拄啊位佇都市甲農村之間，拄啊當想要發展，結果可能在國土計劃法當中，你去用偽作講，你袂當來做一項代志。不過因為要討論的物件實在爭取足濟。所以咱今日跟點睛愛較縮小。首先呢，因為張家軍委員啊，還有林佑耀書，我先和家軍委員來發表你的意見來。委員請。主持人哦，真感謝你先和我講。
昨有22位的即个民进党的立委伊嘛拢提出讲爱延后。我伫咧即个会期的开始就一直咧呼吁讲即个国土计划法伫咧甲百姓交通进程应该是爱暂缓实施，所以有正式提案讲爱延长2年才来实施。因为农业部甲即马陆续甲农民讲清楚讲，农医甲农学伊的差别伫对。要安怎画？是为虾米土地画农医，虾米土地画农学？为虾米基本分管为例真侪不利耕作区甲即个低地利的所在，拢甲甚至真侪农地无经过种画的所在，伊嘛甲画做农医，这是为了要凑数吗？所以很不能无所理解。另外就是讲农会即个农业部一再甲咱农民讲对农民无影响，但是伊嘛无讲出讲农医甲农学之间未来对农民的补贴有啥物无同，这是嘛咱替农民咧烦恼的。所以真希望讲即个代志应该爱回归掉。到这个问题本身不要泛政治化，做伙不管不分男女，做伙来讨论讲要安怎做，才是对百姓上好，才会当保障农民的权益。无到时阵咱家剩农地，大家都是种无食，是不是？土有农地，没有农民。到时阵咱剩这农地是要安怎保障粮食的安全，甚至讲明年的4月30就要实施啊！到今嘛还有超过10几项的这个执法都还没定案，都还没公告，就是配套不明确。这些配套不明确的话，你要人民怎么去因应，是无所适从。家官真希望讲嘛真感谢啦，感谢咱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愿意替百姓来发声。虽然我拄开始咧讲的时阵实在是可能嘛真侪人无了解讲阮农村社会面临着这个问题，甚至讲这个牵连甲即个公牛收工的价格即届我嘛伫按讲公牛收工13年拢无提悬，应该爱起5箍。伫咧立委嘛已经3读通过但是农业部意思讲台湾已经粮食过剩伤济袂当搁提悬若搁提悬咱会种伤济。这公牛的代志另外我再邀请你咱来节目内面好好来讲。我讲转来，这是为着规划讲的，因为农业部安尼讲是无逻辑的。实施这个国土规划法，它的利益是为着要保障粮食安全。即摆农业部一边讲爱画遮尔济农地，一边讲粮食过剩唔免种，袂当搁加种这个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假如讲咱无粮食的问题，咱为虾米爱画遮尔济农地呢？对不对？我想头仔你讲的这个农1甲农2有诶真侪划分的所在有失觉察。但是咱地方政府咱要提出这个区分图的时阵，咱是毋是有这个权利头来建议讲，你这画歹去，你这画唔对去，我画互你看。我嘛就这个机会甲大家报告，地方政府毋是无改过送去内政部，伊就拍转来，伊讲你袂使安尼画那卡数地方政府会当做主，阮婚姻关都规个甲画做建地就好对毋对？所以你敢有委员歹势就这个代志，我必须要，因为这甲中央政府有关，我必须要先甲你问者，你有送这县政府有送去甲中央拍转来个？有，伊有送去甲中央，伊有甲讲真济无符合农地的，伊有无重划过，即个无农水路的地应该爱农学阶段，但是。即马中央的这个规划方法是非常的粗糙，伊是25公顷上有咧做农的，就拢总甲划做农地农医，安尼是无符合咱地方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所以我嘛真奇怪，讲为虾米遮尔好的一个法，应该是对国家是百年的这永久的一个法，那会画甲呢
这个规划这么的粗糙吼，对于咱的配菜实在是影响真大啦，真侪农民嘛烦恼啊。伊讲啊，这若我本来是一般农业用地，啊，即马为做农医，我伫咧农会借贷款，未来若农地价格拔盘，是毋是伊爱搁摕钱去塔？啊，有几个农民塔袂起？你若讲哦，本来借1000万，即马即块地价值剩500万，啊，若爱搁塔500万的话，你看安尼农民敢扛袂牢？不然歹势吼，上后要一个上后即要一个问题吼，我请你回答啊，简性甲咱回答一下吼。因为即个国土划分法、计划法吼，因为讲起来是明年5月份就要正式上路。那么我所知在地方上已经真侪生理人吼，开始咧招生理吼，讲要开发利市吼，啊有诶土地要来定位，要来扩地，要来创啥？就你所知，婚姻敢有即款代志？这我较无听过呢，这我较无听过，因为我毕竟拢是甲农民做伙咧听农民的声音吼，农民实在是因嘛足烦恼的啦吼，因烦恼讲吼，因为即马农医甲农二的补助还袂讲清楚，因嘛惊讲吼，因即马为农医想要改做农二，到时阵农业部若讲吼，为补助是农医会当领，农二袂当领，伊个嘛艰苦啊，所以即马吼，这话是非常的，大家毋知讲未来发生啥物代志，管是怎划分，要安怎变，要安怎补助，甚至要安怎补偿，即拢讲袂清楚，所以嘛真希望讲吼，像内政部要求所有的县市政府6月底爱交即个划分图。但最后一个版本啊，进前已经交过3遍啦嘛，啊，这个是最后一个版本，希望讲哦，6月底会当交，但是为什么遮尔济县市政府拢唔交？因为农业部讲伊啊9月底才有法度吼，甲大家报告讲吼，农一农二未来补助有啥物差别，啊，佮有伊未来对于农业的规划，对于这个国土计划农业的规划是啥物，伊甲9月底讲会清楚，安尼就是咧遮个政府签空白支票，互内政部嘛，因为农业部甲即马拢讲袂清楚，啊，遮个县市政府是要安怎话？是好啊，感谢委员吼。这有时间下次再来甲咱平来好啊来讨论啊，感谢委员。谢谢，谢谢。再来要请这个蔡委员吼。是。委员头早所讲的，这个张委员所讲的农一甲农二，这内面有真侪的这个代志。抑个也未厘清，是毋是？你感觉的事实？咱应该安尼讲啦吼，因为这个国土计划法为迄个。104年吼，迄个时阵行政院长蒋宜桦提出，伫105年吼，迄个时阵三读通过吼然后就开始检讨。那以迄个整个的迄个架构来讲吼，咱知影讲，除了有寡吼都小调整的，无伊所谓的农一跟农二迄个差别，就是讲农一大概就是较早咱讲的吼，迄个土地较早的编定吼，它是属于特定农业区，农二咧，伊就是较早叫做一般农业区。大家会去问讲，安尼特定农业区甲一般农业区是安怎去差别吼？这就是讲，以早期的时阵，你也针对有灌溉，有水路的，伊就是差不多拢是特定农业区。你也是像伫迄种海口吼，风头水尾，水尾就无通去灌，无通去灌溉，是遐个山坡地。迄种水路无法度到的，伊就变成一般农业区。毋过这中咧经过遮尔久，因为区域计划法已经伫台湾实施已经超过50年啊。咱嘛知影讲过去伫迄个有诶农水路歹去啊，农水路歹去是一回事，毋过都有足侪是叫做咱即马包括水议会，咱即马提升公务机关了，咱都拢甲水议会讲一个观念，就是讲恁莫加限定恁过去恁的灌区是恁服务的范围，咱即马公务机关了，咱就来讲，你来扩大灌区。好扩大灌区就表示讲。这个土地到底伊适合种植，伊是属于优良农地，还是良好农地？伊的差别就是伊有水源无？毋过有水源的这个物件，伊嘛袂使用过去的水路安怎行，即摆的水路得安怎走？因为你知影讲每一届有天灾地变，迄水源是水源会走一个无共款的，所以有可能过去有灌溉的所在，我即摆才无水好食。像阮嘉义过去，阮一个叫做三界埔，三界埔遐过去拢灌溉。
吼，我安怎唔知对一届风台了的，我迄条溪去哦，对去哦长早哩，所以遐就无通去管啦。所以伊即马就拢无法度种稻啊，伊就改种别项，吼，叫做杂粮的所在。吼，无要紧，我讲遮尔济，就是讲好，安尼大概就知影讲农一甲农二，这变化有诶真济哦，伊是安怎过来，对无？吼，啊，毋得即马就是讲，啊，有诶农民就会讲，啊，我即马就灌溉，阮边仔即地，吼，阮边仔遐伊是农一，吼，啊，我即马即地，吼，我即地我有诶灌溉。吼，我有灌溉，啊，你甲我伪证农二，吼安尼可能吼啊，伪证农二伊可能较欢喜，伊可能较无意见，毋过你也颠倒病咧，你也颠倒病，对无？啊，我即地就明明无水好食，啊，毋过我较早特农，啊，你即马再甲我转过来，所以委员嘛是农医，啊，你讲毋对啊，你若讲吼，伊即个较早特农甲迄个一般农的即个来源来讲，啊，即摆已经变更啊，讲我遮都无法度灌溉，你都要甲我伪证农医，所以委员，所以这会争议啦。我甲你请教者，这农一甲农二是内政部国土署，因就是去家己画落去，啊交落来，啊恁才家己来复查，还是用啥物经验？就是内政部伊先甲过去因的使用分区嘛，吼，较早有经验，遐个使用分区嘛，吼，啊伊就是一个大方向，啊大概就是安尼做一个套图落来，啊这个套图落来咧，吼，啊就到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都吼，就是讲咱即马每一个县市爱交出来，就是讲吼，爱交这嘛，吼爱交出来，就是讲我即马要安怎来调整。吼啊，所以这看起来就这个调整的问题。哦，这调整就真麻烦的，听起来就真麻烦。麻烦。啊，倒来咧，我都讲一个例啦吼，因为咱像阮嘉义县吼，推动这个国土计划法迄项乡亲的说明的过程，实际上嘛拄着真侪误会啊，真侪啊，咱去搭澄清的时阵是真歹澄清啦。我都举一个例，你想讲吼。咱啊，迄个征讨吼，征讨咱就讲哦，啊伊就有叫做城乡发展区，吼，就有一个叫做城乡发展，啊城乡发展区伊都有无共款的战术，吼，像讲啊大部分拢是差不多城乡发展是2之1类，吼，伊就是叫做乡村工业工业，啊毋得迄就真麻烦，吼，你有时内底一个征讨地，我抓一块田，抓一块田伫遐。吼，啊，迄个即块田呢，对无？伊嘛因为过去是特农，伊即摆过来伊嘛是农医。吼啊，所以你拄仔变成讲好，啊你抓好，咱个可能吼，一条我遮啦，我遮是吼建地，吼我遮城乡发展区，我对面差一条建业产，伊是农医，吼啊有意见无？有意见咯，一定有意见的，吼啊毋得讲实在，伊即个问题嘛毋是即个国土计划法产生的，因为咧你也无国土计划法的时阵，伊嘛是特农。吼，伊嘛是特农啊，对无？伊嘛是农地，啊，毋过你对面的，吼，啊，白吼，规个征头内底，哇，啊，怎接触？啊，凭什么你一白，你算白，我算分呢？你一个白甲分，啊，所以即个农民伊会趁即届，大家拢咧对国手也无欢喜的，所以伊嘛煞来变出来跳，伊就讲，你看无公平，对无？像咱你遮我遮，对无？你这拢对无？你政府既然要检讨，啊，我这就伫部落内底。啊，像咱我伫部落内底走出一块农医出来，啊，有诶个可能会调整。好，啊，要调整地方政府啊对无？哇，你甲调整啊，村内都走来咧。啊，你票拢走了了。你来看，即个部落内底好，我即个聚落内底，我即地带你调整啊，你征头好，差50米的，啊就讲，毋对啊，你喺度做田啊，你讲，即个啊人迄个就有啊，我就无。票走了了。所以地方政府做呢，真是会处理这真为难，所以阮即届。阮会讲吼，阮22个吼，阮遮的立委吼，啊，为宜兰啊、台中、彰化、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吼，啊，阮怎大家讲苦的讲，啊，无咱针对即个国土计划法，咱爱发声一个吼，啊，我所以即个发声主要2个赞助啦。第一个，过去这段时间确实，咱民进党咱知影讲，虽然即个法律是伫马英九时代通过，毋过即几档咱嘛是真拍拼会说吼农民讲，即个国土计划法未来咧。即个农地爱用即个计划，说服8档呢。哦，讲足久诶，啊，大概讲诶，大概互骂转来，因为这中有足济，就是我像我讲诶，嘛毋是即届国土计划法造成伊诶土地问题，毋得伊嘛有即个怨气啊，吼，伊甲阮即个怨气，伊是即个，伊嘛是讲，啊，伊讲你嘛无落来回答讲嘿对啊，无你安尼4块连灯拢建地啊，像怎你地农地，你嘛袂晓解释，哦。
你真正对伊来讲，咱是无法度去说服他。相对剥夺感。系啊，所以就是讲，阮即摆讲的就是讲，即摆拄好两个战术啦。第一个就是讲，目前要有9个管区，伊打这个国土计划第3阶，就是爱提出这个分区功能图，提出分区功能图，事实上有13个管区已经真歹瞧出来不然你也像台北市真好瞧，台北市都无，较无啦，嘛毋是讲无咧对啊，较少啦所以因比较好处理。你也用农业关歹处理，毋得嘛是有诶拢已经处理出来，所以都要有9个管区，伊也无提出。咱伫即个国土计划法45条，它规定啊，因为国土计划伊是一个总量，就是讲咱要有偌济，国家要有偌济个农地啊，偌济城乡发展区。农民就感觉讲，我就徛要包税。是啦，系啊，所以就是讲爱一致，国土计划规定讲爱一致公告。即摆有9个县市无提出来。所以形式上是最兄弟讲，明年4月30号已经无可能要来上路，看起来伊个时间上是袂符的。但第二，就是咱拄安尼讲的，迄个民众也都有真侪对国土计划的误会，实际上卡伫即摆区域计划法嘛是有遮个问题。伊个问题伫咧，毋过伊嘛是希望讲，趁即届大家农民拢有杂音的时阵，伊嘛是力图挣扎，要达地土地的缩白改做一届来北国开。伊讲的物件有理无？伊确实伊嘛有理，毋过咱无法度，咱即摆现行法规嘛无法度去解决伊的问题。所以我会感觉讲，这都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阮会感觉讲，希望行政院，咱即摆即个法，你要伫即个时阵送入去，我安尼判断起来，迄对农民来讲，因会一个足大的一个。因感觉这件代志无够公平性，所以因有会足大的一个愤慨啊，这个。人来讲紧事看办啦不过委员老师伊嘛是中华的委员，是老师你会当讲一下你中华的这个经验，因是咱中华已经交出去了，未交出去中华的这情形有亲像蔡委员讲的安尼，安尼艰苦坐寡呢。我先补充一下谈到因为迄个。张委员、蔡委员拢讲着讲，这个国土功能分区是中央政府的，这我先提醒一下这个国土功能分区是为管区政府伫2021年家己提出来，伊叫做县市国土计划，伊个县市国土计划已经通过公告实施得根据迄个县市国土计划，每一个管区爱去将伊的。功能分区图爱甲画出来，所谓画出来，外界拢有一寡误解。其实伊所谓画出来意思，就是都市计划区无真大的变动。谈到主持人讲，台北市都全部拢都市计划区嘛，所以就城乡发展区第一种。即摆问题就出嚟讲，迄个农业发展地区的部分，迄是根据每一个管区已经通过国土计划法，去即摆要将迄个图画出来，所以。即摆这争议的焦点，毋是讲中央甲你甲你分林关，还是中华关画足侪农医，画足侪农学，无，迄个阵是管区政府甲你杀出来。这我先补充说明。其实老师，我根据我所在，应该都是盘古开天安尼画，我就安尼照安尼提出来互你啦安尼。迄个管区政府要画的时阵，中央政府的确有一寡建议，就是讲你本来。伊迄个时阵有委托迄个城乡分署，你会当伊地方政府要为着要交即个国土计划书有无？迄个报告册，伊可能嘛毋知要哪画嘛，所以迄个时阵有一个建议的方向。迄个建议方向纯粹就是建议，就是建议讲你地方政府是毋是即个特农区啦、一般农的那个转轨甲转轨过来即个国土计划内面的农业发展地区、农医、农二，所以基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家己画的。我第二个我要补充的就是讲，我感觉台湾主持人问的一个问题真好，迄个张委员可能伊就无甲答复清楚，就是讲安尼恁送出来袂，还是讲你捌送过来无？我感觉这个是目前大家争议的焦点，就是讲你这几个管区，你感觉有意见的？我感觉我的农医要画较少的，农二要画较济，其实你就甲画啊。你就丢一个嘛。你真就甲画啊。
你就是你已经你的限制国土。但是蔡委员他讲，我即摆来画一笔哦，我唔知票啦，差不多五六票去。所以我意思是讲，因为屏东县的做法就是，即摆大家婚姻县、嘉义县拢会认为讲屏东县是一个标杆嘛吼。对，伊屏东县迄个时阵咧画的时阵，就是伊就将公有地划做农一，私有地拢甲划做农二。啊，迄个时阵伊的讲法就是，不管农一还是农二，我就是要种做的嘛，我认为无差，啊就过啊嘛。啊，所以假设你婚姻县还是嘉义县、彰化县、南投县等等，你开始做这个注定，就是我无爱分农一甲农二，我全部拢要甲划做农二，我农一要甲0公顷，吼，不要紧啊，你得甲划出来了后送去中央嘛，你家己的县市的国土计划委员会先上去，才来画拍拉因为你若讲送去，就像咱讲的，政府员讲的，袂使哦，中央有意见啊，你等下干那拢画无画农一、画农二，这个时阵就有一个交锋啊嘛。即摆即摆中央政府我感觉伊困难的所在就是讲，啊你无送起来，你用画的，我迄个内政部这几个月拢在做这个国土政策沟通，我念一段大家听，就是谈到恁的争议的，讲啊农地是咪判死刑？国土计划伊这个说明书内面讲得清楚啊，不管你是农一还是农二。你要产制促销，你要做农销，有无？完全无受，不单是无受影响，内政部这边的所提是讲更多元的使用哦。所以即摆就回归啊第二个问题，我要甲大家我希望大家来参考看卖，就是即摆咧将农一甲农二变做是一个异地的人吼，农一是较好的农地，农二是较歹的农地，本来因过是安尼。啊，所以即摆是安那，农一大家拢认为，因为较好的农地，所以管较济嘛。啊，农二就管较少嘛。农一就以后较歹变更嘛，农二就较好变更。啊，不过注意哦，农一迄个伊是较好的土地哦，啊，是毋是计价加悬？啊，伊也假设变更做建地的话啦，假设伊也要变，演过是袂当变嘛。未来即摆是就本来咱去农社。啊！你请问，即马因咧要求农业权的人讲，啊，农一是爱补较济，也补较少。因为假设大家的认知是对的，我这会当种植较好的。农一是管较济话，因为大家即马惊农一是，我就爱讨较济。啊，到底是农一是爱补较济，也补较少？因为农一是土地介绍较好哦，伊较好种植嘛，有水路嘛。啊，所以照你。到底你是希望政府较济政府，还较少政府？你有感觉这个矛盾无？农一即马大家拢认为管较济嘛，大家拢希望管较少的，所以要来变农二嘛。啊，毋过农一佫是好的农地，大家拢希望政府补较济，啊无我袂瘾做农一，安尼啊这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政府卖管，啊一方面希望政府佫补较济。老师，咱停喺遮吼，观众朋友来思考一下吼，这个真趣味吼。如果伊若讲无喏，我来农二吼，我无得靠我农二，我来转来去吼，这个城乡我来变更口变更，我就知影，我只1公顷头才补助1万，你让我大补2万，一算公顷的，1公顷我才2万块，我转来去做建地了，我算平呢，我赚搁较济，伊会安尼想袂？啊，农二是较歹变啊，因为农一较好啊，农一就是有农地重化啊。伊有农地中间有农水路啊，伊的路水沟啊有诶袂较宽，所以伊就较好变更。伊即马目前就足侪人违规使用，即马足侪违规使用，大部分拢是伫较好的农地顶悬，有农地中间诶农地顶悬啊无你农二就是较歹出入嘛，迄个地质拢还袂整理的嘛，所以高晒地啦，伊较歹地啊，所以。大家拢认为讲农二政府会管较少，较好变更，啊，佮是毋过呢，农二是较歹的地啊。啊，因过咱伫农业社会是讲，我是资优生，我希望我建迄个农地变较好的，所以就去重划嘛，变做资优生。啊，即摆说大家拢无爱做资优生，我要变放牛班的，即摆农二变放牛班啦。对，放牛班的以后会当毋免读册啦。因为迄个做农医的吼，资优班的就以后永远拢读册，即摆无人要做农医，因过是倒变嘛，大家拢希望农地咱改。这嘛是一个问题，大家无爱做农，吼。但是这整体这个土地问题，国家的发展，咱先第2趴就来讲吼。老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要先请教张老师。是。
他多老师所讲的这个话，的的确确会发生哦。啊，若是安尼，这安尼话，敢无道理吗？好，咱这张板吼，拄啊两位前辈拢有提到吼。咱区域计划法当时的特农甲一般农，甲今嘛咱国土计划法要分农一跟农二，它的标准在这里吼。那我们刚才讲的，拄啊讲的，要哪挂，要哪创啊，才有一个手续，伊就明确指出来吼。那咱看农业的吼，就是讲优良的农业生产环境。是咱举好低头镜头会当看。安尼我都吼，第一就是讲农业的伊的条件是优良的生产环境，或投资重大农业改良之设施，符合下列条件之一。那最后要满足规模大于25公顷，且80%是在由农业使用。上基本的条件是安尼，啊那无符合就农利嘛。所以咱拄啊两个讲的拢是对，咱即马观念就是讲农业是较好的，需要去咱保存甲保护的。吼啊农利是除了这以外，咱就甲放喺农利。吼啊，即马就是讲，那农利吼，为这咱参考的图出来，大部分你看青色的是农业，黄色的是农利。吼啊，所以中南部所有的农地大概都中南部会比较多，哦，那等于说，咱为全国国土计划法的观念，咱这农地是要保障咱粮食安全，负担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所以它有一些功能在那边。但是呢，咱把所有的粮食安全放互农地地主农民去承担，互伊限制。是毋是公平？即马就变讲哦，老师你搁开一题啊！第一，吼，咱即马农地有一寡义务，但是第一个吼，咱所以农业部补贴就要入来。吼，即马讲咧，拄啊委员讲的，咱农业补贴较济，也是农利。照理来讲是农业嘛，吼，所以照理讲应该农业对，因为你做产要做较好，你负担较济嘛。对，啊，我就是爱互你补贴较济。但是咱来看国土计划法，吼，这个是萝卜嘛，啊，棍子是什么？第一，你若违规，咱以前的区域计划法，无论你的轻重，反正就6万到30万。好，啊，即马若变去国土计划法，它会分你的层级不同，会有不同的裁罚。听讲到500万的无？对，这个到500万。所以第一，咱若农民较无。知影这状况，我若看到这个树跳起来是马尾完了呢。思想我会向看得济，我会惊嘛。就是讲哎，安尼进前迄敢若较好嘛。吼，第一个限制是这，啊，第二个就是变更的问题嘛。吼，咱来看这张，吼，咱进前区域计划法是开发许可的观念，啊，即马变国土计划使用许可。吼，那开发许可也当变更使用分区，啊，你国土计划法不会使。但是有讲啊，讲5年会当检讨一摆。对，迄是通盘检讨。吼，那原则上你若无讲有啥物计划或是很大的，你农地就是农地啊。但是毋是讲国土规划法内面，国土这个计划法在头开张名义顶头就讲过去咱的区域计划法吼，拢无人民的参与。即摆国土规划法要有增加人民的参与。对，就是咧遮，就是讲。区域计划法民众参与程是0，啊，今嘛咱的国土计划法在审议的过程中会让人民去参与，哦啊，但是拄啊讲的划定这个功能分区，到底人民现在都有举办公听会，迄嘛是一个人民参与的权利，啊，今嘛就是讲，到底做农民对于农一农二了解偌济，偌济，啊个农业部列补贴。政策到底安怎？你要讲好清楚，互农民安心。较知影讲，哦，我到底我若是真正要报产，我当然要选农业啊。啊，我若无要报产，我想讲，我要来违规使用，我想要变更，伊就要闪去农利啊。一定伊的观念就变安尼啊。哦，啊，咱即摆要哪甲农民解释讲，农业你若真正要做产，
吼，咱在政府提出来补贴是贴起的。我先和老老师说，讲啊，才有蔡委员讲的。不，安尼会火气啦，因为哦，我就是讲嘛，农业就是好产嘛，理论上好产。啊，到底好产是要管较济，还是管较少？即摆大家拿捏不定哦。好产应该。好产到底是应该管较少嘛？因为我就是建设足济伫内面啊，我农水落去啊，所以照你讲是，这是好种植的土地啊。政府就卖管伤济，你互我好好啊种植嘛。即摆是倒变，农业的土地变更较简单啊，所以伊即摆已经吸引足济违规使用的啦。啊，所以你即摆到底是毋是你一公顷1万2万，大家就想要去种植，这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我就讲，农地变更甲农业资源的补贴。含国土计划、农业发展地区的卫生这个无关系嘛？因为这个问题无可能透过国土计划的改为做农业来容易就解决嘛。好，安尼老师，安尼我知啊，这应该其他的部门爱入来，吼。而且唔是这个概念，那是内政部的代志啊。为演过甲即摆拢一直入来，啊，毋过这含国土计划是无关系啦。是，我先和蔡委员先讲，伊是一个情形，啊，你再来回应一下。应该是讲针对拄啊有讲迄个，先讲迄个违规使用啦，吼区域计划法就是6万至30万啦，吼伫国土计划法内底，伊毋是讲你违规会加100万至500万，遐尼严重。有一个限制，就是讲你迄个30公顷以上的违规，30公顷大规模的啦，迄遮大啦，迄较会加500万啦，迄个。你也是共款你2、3分的、7、8分的，迄嘛共款是以过去安尼6万至30万，所以这个物件嘛变成讲咱在含农民说服的时阵的一个障碍，因为确实迄个条文走伫遐，毋过大家下暝无去看到迄个30公顷，伊就看到迄条500万，对无？所以你迄农民就恐慌嘛，讲吼。违规，大家恐慌看到恐恐去咧。咱即马上介麻烦的代志，就是讲实际上你伫农村啦，咱大家心照不宣，嘛想要种植，你问伊要种植有，毋都加减拢有违规。你莫讲伊有要种植，人真正有要种植，毋过可能较早是大人忙啊，放伫边啊。是我为着种植，我要拍起一个寮啊，拍着啊，我去一个寮啊，我要拍树啊，方便，我怎用水泥怎来空起来。变成一个会使拍石啊，对无？要拍土豆，就就近，无我倒伫遐搬，我就就近要直接拍，安尼违规使用无？拢违规使用，拢违规使用。所以你即马就是讲变成讲，即个国土计划内底都有一条叫做检举，检举到奖金，后来内政部看这严重，这提掉，这条就紧甲提掉，毋过就是变成讲原始条文。走伫遐尾手内政部较去做解说，但伊讲限于提这个高高低对，限于迄个30公顷以上的，30公顷以下的就无这条检举奖金都和过去一样，毋过这个误会就拢伫遮。所以阮这段时间就是讲，大家国土计划法咱遮的农民时代推广一个讲咱国家的整体那个开发应该安怎行的时阵，阮安怎行就是讲这个这个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即摆大家就看迄个短影音来啦，一个短影音来啊，就有咧网红开始讲，你看这啊通过了，安怎，就人就开始群主四个传到我遮，我讲怎么来？实际上伊这有啥唔对，咱就开始来解说。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实际上伊这个时阵农民伊的。情绪是恐慌的，所以你啊，即阵讲爱看戏，系爱看戏就是安尼。即摆你要硬3个月，人即摆就在紧张啊，你即摆解说都无清楚的状况之下，你都要复过，安尼会反弹无？百变反弹。但是我也听老师安尼讲，其实实际上第一，地方政府应该先把这个图先送出来，大家有通讨论的基础。对。第二，会当先。看是即摆是应该是政府委员咧负责嘛，应该做一个宣示，讲在无一个初步结论进前，咱希望立法院会当来做一个配套的措施，会当互伊延缓，
明年先卖。我是有提一个法案啦，即摆嘛已经伫法院已经拢付的，还袂先查咧。哦，我这个案怎啦？国土计划法，怎含财政收支法做一个挂钩绑起来啦。啊，我意思就是讲吼，你也像讲有的农业权，伊既然爱负担着遮尔守护台湾的粮食安全。伊爱负担遮尔大的义务的时阵，你是毋是会使为财政收支法就互伊一条补贴，啊，互即个财政会搁较用。你白白啊，这毋是讲加规个关，你讲好加一关，啊白白太保加太保加绿草，安尼绿草比较是较农地可能较草地所在，较草地所在寡，啊太保即马较老咧，较发展起。啊你统筹分配嘛爱互伊有，针对安尼去调整嘛。所以这变成无互伊上无，互恁地方政府落底有钱呢。地方政府讲会发展嘛，伊另外的所在去发展嘛，恁即摆是讲咱遮的配套无的时阵，你甲因讲你即个所在恁就有遮的农地所以即摆做真委婉，你安尼北对位敢会天做安尼搁较歹讲诶。对吧？我是毋知要安怎讲，毋过这至少就是我嘛感觉爱说服一点的，就是讲，好，你也像台北。伊无一地农地，无爱地带，伊无一个农地，毋过伊的统筹分配，伊是摕上济，对啊，你安尼起来就是讲，强者恒强，这弱的就愈来愈弱，因为你嘛知影讲一个所在，要进步要发展，伊一定是爱有较济的建地嘛。伊有建地，伊迄未来千变万化，农地袂使，你袂使。凡事拢要摕大政电来，所以这当然这会互我知影讲，我提这案，大家嘛讲你安尼代志复杂化，所以我过去嘛无得去讲好这两件代志，一定爱安怎绑起来。毋过我即摆只是讲，伊现主时咱看到有9个县市，伊根本就分区图，伊就无爱送出来，伊无爱送出来。可能是伊嘛感觉和农民的沟通受过忝嘛，伊嘛放弃即地啊。所以我甲委员建议啦，我是希望讲，这个后续的沟通内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拢送出来，因为其实拢做好啊，只是唔敢送出来嘛，全部拢甲送，你甲送出来呢，你做一个改变，你农一甲农二你无爱分呢，你认为这有争议嘛，惊得失选民嘛，你拢甲变做农二甲送出来，送出来了后。球就在中央政府这边啊！我讲，伊写足清楚的啊。很多这个张老师在讲，你注意看啊，是德化社为农业啊。中央政府的法律内面，伊的法规内面从来没有讲，你优良农田应化社为农业，它上面都是德化社啊。既然是这样子，而且它地方有裁量权，第3阶段地方本来就有裁量权。可是即摆大家拢是咧无中生有，对农业会足恐怖的哦。所以唔通了时间，等要甲中央咧吵，你得甲送出来，送出来了后，你也迄个中央的内政部的国土委员会对这有意见的话，这地方就考虑讲安尼袂使哦，安尼杀的代志大条，我遮侪农业，即摆唔是，即摆这是假议题，你无送出来，甚至已经送出来的人，其实嘛当收等于。我讲，我要改变，是调转来改。有是不是会使？因为所以老师你讲会使哦。我的意思是讲，这个时候就有全国讨论空间，这是我要建议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你先送出来了，才有讨论空间。第二点就是讲，其实这个阶段的国土计划，伊的重点是从非都市土地原来特农区甲一般人紧甲转轨。其实重点是这道根本无规划啦，所以大家为什么认为讲变更案的遮少？这道重点是咧转轨，转轨了，明年你只要这个功能分区图一发布实施，就马上通盘检讨。迄个物件，明年5月初开始，才真正开始，但是真正咧做规划，要变更建地，还是要维持农地，其实是明年5月去讨论。你即马搁甲延前2冬。其实就是咧凌迟这农民，因为为什么？他那讲的啊，为什么谣言满天飞？因为大概就是咧用这个不确定性，即使要尽快的把它上路。老师，你讲的这有道理哈。不过因为即摆已经是大家拢咧默受啊，没咧滚啊，即摆没咧滚的时阵，政治处理嘛是爱有一寡。嘛是爱有寡姿势，地方无像蔡委员因这因是我想讲，
伊这本身就执政党啊，佫出来开这个记者会，已经是我相信已经地方是加军加安尼，根本挡袂牢，才会安尼啦。吼，不过我要先请教老师啊，甲张老师就是讲，他蔡委员已经讲啊，这应该啊，甲这个中央的财政委分法绑做伙，可能也伤困难。不过，我的问题是。这个土地规划敢就是干那是国土署的这个代志安尼啊吗？因为佮关系到财政，佮关系到讲，譬如讲，我这个有土地，我这有地域、有农业、有好的这个农地，啊，就无人要种植啊。啊，教育部门，敢有通啊做其他的方式，敢有通啊做一个跨领域啊，大家斗阵来参与的这种。我感觉主持人讲的这是真对，啊，不过。这本来是国土计划第一版的国土计划，是希望去整合各部门的计划来，啊，会当有一个迄个台湾400年。我即摆看下罗主是老部长呢。啊，我意思是讲，其实现阶段，俺未当对这个国土第一版的，啊，被这个转轨过程有过多的期待啦。我袂使过多。我有啥物讲？我安尼讲是做务实的。啊，不是的，是啦。伊是。先转轨上路，才能去先求有，再求好。可是时间买不到更好，为什么？因为时间啊，越对拖越久，买到越多的是更多的焦虑感。第二，大家要考虑清楚哦，不是你要讲，以南延过一道嘛，延过一道带来的是啥？是更多的焦虑感嘛。啊，就是你让它尽快上路，进到通盘检讨。能够降低焦虑感，好好讨论每一个关系就做清楚的。我这就是安尼啊，安尼顶一道疏客不究嘛，一道连功能分区变更嘛会使变啊。啊，大家拢讲希望变建地，我要提醒大家哦，农地啊变建地就变商品哦，一道就无去啊。农地啊，放伫手中吼，尽量养家糊口。希望无穷。希望无穷哦。但是希望无穷，我都变现啦。即马伫遮咧希望诶，伫遮咧这是焦虑，这个焦虑来源是来自于农地不能变建地哦。可是大家想清楚哦，台湾人口咧减少哦，需求咧减少哦，所以大家拢要变建地，这建地是要起物件，要有啥物人用，咧这件代志，这嘛袂当一厢情愿啊。所以我讲是好的农地，会当有。多元使用，伫我的农地顶悬会当做农舍，会当去叫做民宿，会当做一寡设施的，这是大家希望的。农民爱是这哦，农民爱唔是我的农地都变建地哦，因为农地变建地，土地变足贵的哦，无人买得起哦。啊，这个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哦。农地应该是这多元使用，啊，目前国土计划是支持这个部分。所以无理由啦，无理由啊！我们继续互相凌迟啊！哦，再凌迟2-3年严重啦！来，张老师，拄啊，委员有讲财政化执法嘛吼，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讲啊有农地的补助，啊问题伊若无要种，你补助伊要创啊？吼，所以即马就讲，咱要补助伊，是要补助真正要去做的农民，啊，甲伊有农地。啊，咱想讲，咱有一个新闻，头2天进前，吼，迄个有德讲无，去买500万的缴了碳费，嘿，去买国际的碳权。啊，咱农地若有要做，吼，你农业部会当去，伊若种树，像种莲雾、种芭乐，树啊，是毋是一年4当拢有？啊，伊对咱的环境碳贡献是有啊，啊，你若唔？为什么你去买国外的碳权？你哪唔该这钱来甲农业部买？啊，变成老师，咱即摆法律还未通过啦。有碳权明年要正式实施了。嘿啦，啊，所以伊即摆就未付钱，经去外国买啊。对，啊，即摆就是讲，你老师讲的这真有道理啦，就是讲农民当然是，但是事实上，我想蔡委员已经真理解。这农村吼，就是要转来种植的人是少个少啦。对，所以你是要补贴伊种植，还是卖种植？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年过是补贴卖种植嘛，休耕嘛。代志无遐简单，代志就是讲，你环境啊做好，吼，就是你讲你都市要投资，你影响环境啊做好，你共款农村所在嘛是啊。
你教育我囡仔来，我幼稚园无头读，吼，我学校才歹着，吼，我出入才歹着，我当然无爱转来种植啊。所以我会认为是讲，在整个国土规划法计划法内面，应该要有其他的部会斗阵一摆，甲说服农民讲，我为着咱台湾，为着我子孙，我守护这个土地，一世人最残政策啊，是有价值的，会去甲都市人会当来比拼。我补充主持人，为什么讲要尽快上路？因为大家拢讲即马功能分区袂当变更这件代志，毋是事实。因为内政部伫前几档就开始补助县市政府去做乡村地区整体规划，迄是县市政府的自计划。其实就是咧处理两个问题，一个讲你乡村会当宏大，会吸引人啊，你这环境公共设施破败。你敢若讲你变建地嘛，无人要来嘛，所以伊是咧处理这件。第二件就是讲，伊做透过规划了，其实会当去修改功能分区哦，甚至去建立因地制宜的管制措施哦。这个部分是敞开大门的哦，婚姻观做得真好啊，每一个乡镇拢咧做啊。所以你讲农地是咪用判死刑无？以现有的制度。你让县市国土计划功能分区赶快定案，你的乡村地区整体规划全面性的启动，照样可以变更。那个是县市国土计划委员会的管理哦，所以这是双轨并行，对农村环境，尤其生活环境跟生产环境的改善，这是实质的帮助哦。回到他那讲的，即马就是讲袂清楚的，就是你到底是要补助伊种植，还是卖种植啦？好农地啊，你着好种植的土地，你是要叫政府你补助啥货？你讲我收成袂歹，我这好农地啊，所以是因为在苛刻我继续种植，所以是我奖励金、奖学金的对吧？这个部分。农业单位可能嘛，伊危难的所在伫遮，你到底是要补助偌济？农业单位要出来讲啊！这毋是小数目啦，这当然爱农业部爱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看下来都有较复杂的，就是讲咱讲的粮食安全这4字真简单，毋过粮食安全伊爱都有落去看，就是讲咱需要的粮食安全，咱需要有爱。淀粉，咱爱有蛋白质，咱爱有另外营养的来源，所以迄拢是粮食安全。对啊。毋过即马大家讲的农地粮食安全，全拢变成讲拢在政策啊，怎变成讲所有的奖励政策都往种政策啊去，叫台湾的稻米产量是过剩的。实际上台湾需要的啥？是黄小玉。黄小玉就是过去咱知影讲，迄种无灌溉，因为叫杂粮嘛，较比较免食水嘛，旱田嘛，迄确实真正需要鼓励大家去种的。因的奖励真都无。迄是农二这就麻烦啦。系啊，所以我讲这个代志是矛盾，所以我讲应该爱台变过来，爱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讲你要安怎鼓励好农民要去转做。要去转做黄小玉，讲转做是拢真简单，是安怎农民无爱转。第一个诱因无够，第二个台湾拢有可能会落迄种青光雨，你也一个青光雨，伊迄杂粮大伊安尼，所以伊也要种杂粮，我歹势，我敢会使拼第二季，就是迄个冬天迄个时阵较无雨水的。唔敢规年透汤。伊无落规年透汤，毋过切啊无要紧，切啊会使种2季啊。所以比较起来。你变好农地，咱莫讲农1、农2，你加讲灌区甲非灌区，你加讲种稻啊，甲种杂粮的，因都有一个相对剥夺感。所以这真侪政策拢牵涉伫遮，你嘛无法度讲，你嘛无法度一个手讲个清楚。你加讲粮食安全的时阵，自然过来讲，你看咱粮食安全，咱的稻米产量超过100啊，超过100啊，对吧？食到破风巴掌。是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多。种稻的农地吗？但是你要叫伊转，伊佫无一定好转。你要转，你的诱因都提无出来啊。对啊。所以这个物件所以拄教授在讲这，我心内讲应该是针对农地，爱即个尤其伊要种杂粮的，你爱予伊更大的一个补贴。对，不过这项国土计划，所以我哋讲，以目前现阶段，农1甲农2
拢是农地啦。是啊。为国土计划部门来看，这拢是农业发展地区嘛。迄是伫农业部门当然去区分讲，农医适合做啥，农学适合种啥话哦。注意哦，农医甲农学拢毋是建地哦。即马内政部讲啊清楚啊，农医甲农学全部拢去做一寡建筑行为，拢会使哦，产制除销哦，含英国制度比较起来更有弹性哦。所以大家即摆咧话讲，这事实啦，这白纸黑字啦。这是白纸黑字啊！啊，重点就是讲，大家都即摆咧讲，我无爱农医，好，我要农学，还是讲我要农学，无爱农医。即摆大部分拢是讲我无爱农医，无爱农学嘛。无爱农医的意思，就是你希望变建地嘛。你搁希望变建地，你搁希望政府补贴你较济，这我感觉这是矛盾。这点按大家真正爱想好清楚啦。我相信吼，应该政府中央政府吼。爱整个出来就是做一个说明啦，吼，像老师安尼讲是真清楚。啊，不过农业部门，包括蔡委员他好哟，农业部门要想个清楚啊，吼，而且尤其农字，吼，这个代志，咱希望还有第二点钟，吼，才过来，吼，感谢，谢谢，感谢，谢谢。